Hello，我係 Pat Pat，今集想講一下雲福苑大火災。今日我就喺電視睇到新聞，就睇到大埔雲福苑發生咗5級大火。喺2點嘅時候咧，火勢就從一個好細嘅地方開始，跟住去到好快，火勢迅速蔓延至樓宇中層，之後更加傳染到其他樓層。哇！而家已經燒咗幾棟樓，哇！難聽啲講一句，真係變成火葬場。睇嚟入面嘅人真係凶多吉少。去到而家其實已經有幾個人不幸離世，首先就唔好諗咁多嘢，先為佢哋默哀1秒鐘。睇到呢件事，其實我都好心噏。我希望呢件事可以盡快結束，希望消防員可以快啲撲熄呢場大火。但係我睇到雲福苑嘅樓宇結構咧，我就覺得呢件事咧真係機會渺茫啦。雲福苑本身就係高樓大廈，因為高樓大廈就有一個特點，就係難以撲火。底層出現火災咧，如果唔及時處理嘅話，濃煙好快就會去到高層。再加上今日其實秋高氣爽，有啲凍，又有啲乾燥，最近嘴唇都開裂，哇！真係特別難受。而呢個天氣咧，正正就係呢場大火迅速蔓延嘅主要原因啊！大家如果睇返過往大火咧，都會知道咧，秋天呢個時候秋高氣爽，特別容易有大火㗎喇。冇乜水分啊，空氣乾啊嘛，咁就又多冷嘅風，哇！呢個時候最容易惹起大火。火就循住風勢一路上到高層，去到而家，我相信絕大多數消防員睇到呢個情景，都諗唔到有咩橋可以即刻撲熄呢場大火。最初下晝2點嘅時候，有幾架消防車去到雲福苑附近噴水，但係噴水都係杯水車薪。之後火勢越演越烈。去到而家夜晚9點幾啦，哇！真係睇完真係好心噏，好難受。呢場火已經深入民居，入面嘅人我相信只能夠等待死神啦。冇計啊！而家嘅科技講就講到幾犀利，但係去到目前呢一刻，真係無能為力。而家都有好多部消防車想救人，好多消防員都想救人，但係睇到呢個形勢咧，恐怕真係無能為力。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盡快揾專業人士協助，去揾深圳嘅消防部隊協助都係唔錯選擇。最近我都睇到深圳就有一種救火無人機，佢就可以喺樓宇高層噴水熄滅火災。哇！嗰個我又覺得幾好。希望政府積極考慮使用呢一種高科技滅火機器啦，因為大家都睇到呢場火咧真係太嚴重啦，再唔揾人救援咧，恐怕都係唔得啦。有啲人就話用雲梯可唔可以救到入面嘅人咧？哇！初頭可能都救到啫。如果當時嘅消防處睇到呢件事咁嚴重，當機立斷派多幾架車噴多啲水，初期成功鎮壓住呢場火災嘅話，再派雲梯救人可以。而家哇！你睇下場火去到幾多層啊？去到中層真係
雲梯都救唔到你啦！雲梯去到咁危險嘅火場入面，自己都燒着啦，消防員性命不保，仲點樣救得到你哋啊？唉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！至於有咩方法可以救到困喺呢個火場入面嘅居民呢？哇！你睇下消防處講嘅方法咧，其實都做唔到幾多嘢，用毛巾塞住門罅，自己踎喺張台底等待救援，冇計噶啦，冇用噶啦，都係啊！呢件事太危險啦，只能夠祈求入面嘅人能夠捱到呢場火災就 OK 啦。之後嘅事之後處理，原因就唔應該喺而家不斷追問，最緊要係救火為先。多謝大家。